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丰原有一间航空牧场，有大量的鸡仔食死亡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证实，讲经过检验是阳性，确定就是胃着禽流感。市政府已经成立前进指挥所，要甲内底7000多只鸡总处理掉。牧场嘛发声明，讲会配合防疫，而且让消费者退货退钱。 伫铁棒顶煎鸡卵，像这一粒卵伫早餐店一粒爱15块，是讲最近鸡卵的价数一直起，头家强要挡袂牢啊！这歹做的啊，大家啥物拢要起价啊，卵嘛要起价，啊是要安做生意？鸡卵连续3礼拜拢起价，2日开始，鸡卵的价数每斤阁起3块，配合价数47，产地价数嘛起到37块半。 早餐店业者上有感觉是讲暂时唔敢起价，先家己吸收，因为冷气团甲寒流小连续一日来造成鸡卵的产量减少。台中丰原的航空牧场伫昨昏发生鸡仔只无正常死亡有几千只，台中市农业局接到消息了后，赶紧派人去稽查采样，结果验出确认是禽流感阳性，所以就要针对鸡场内底要有7000只的鸡处理掉。 已经证实这个机场是感染的禽流感，所以所有的机制必须进行扑杀啊。它发生这个事情没有进行主动通报哈，以及进行相关的这个销毁作业哈，那我们会开罚。台中市政府嘛成立前进指挥所，要来防止疫情扩散。航空牧场所生产的鸡卵主要拢伫网络底卖，目前卫生局专门要清查这个通路。 不过，牧场发现这侪鸡无正常的死亡，无主动通报这件代志，台中市政府将会依法开单，上最会罚100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